若继续来看，警政署长陈家钦常常请示讲要提前来退休，是互警界甲政坛拢一个讨论。也有风声讲会遮尔突然，甲伊人事的布局无顺利，甲政治内的介入有真大关系。警政署是来发声明，讲毋是安尼哦，讲陈家钦确实有申请要提前来退休，迄是因为年底的选举要到了，希望互总统府行政院有时间讨论作业来布局。2017年为高雄警局长新任警政署长的陈家钦，工课做未满5年，却传出申请提早退休，外界讨论甲热扑扑，怀疑敢是和人事布局，或者是政治介入有关系。对外界提问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做出回应：任何人事有变动，就会向外界做报告。47年出陈家钦到明年才满65岁，乃雄雄申请提早退休。警政署发声明回应，讲警察世代交替和经验的传承，署长确实有退休的规划，嘛考虑到年底大选要到啊，为着让府院提早布局，才会提出退休的报告。强调绝对不是因为人事斗争和政治介入。不过为2017年担任警政署长，到达4年9个月，嘛是警政署长由警察落去做，是王道军6年9个月后第2位做上久的。雄雄提出退休，和外界拢伫咧讨论。根据了解，警政署长陈家钦伫20号已经提出提早退休的报告。即摆内政部长徐国勇已经核定，接落来还要看府院的流程。后一届警政署长的人选会是啥？包括台北市警察局长杨元明、高雄市警察局长黄明昭，还有警察大学校长陈德文，拢是警察界认为上适合的人选。未来上一次嘛，将做外界上关心的重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